那有结束4年的感情，那我就可以是沉淀了一下，下载了各种交友软体。你刚讲一下数据，对啊，他都看剧好可怕。我对里面有一张照片，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张。我也是看到同一张哦，真的吗？真的假的？黑你吗？对啊。有修图吗？没什么特别修，就是有你修的的身体。哇。哦。中國嘅閃失，熬夜打你腿，熬夜用下來。各位親愛鄉親父老兄弟姊妹啊，大家新的一年新年快樂啊！一年一好啊！對，我相信去年哈，大家動多事情，所有的百工百業全部都停擺啊！冇錯啊！這個真的是影響太多人了，這是真的哈。對啊，所以我們今天也邀請很多的特別來賓啊，那他們去年一整年好像都蠻衰運的。運勢唔係清後啊！我們請到了一集的衰，就是一堆的衰人。歡迎啦，歡迎大家。跟他分享一下啦哈，去年有那個比較不好不順的一些事情哈，然後分享一下。我們剛好今天有請到大師來，可以幫你們改運一下。沒錯，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開運鑑定團。是，我們有請到大師來到我們現場啦。永斌先生，歡迎。謝謝你。那個蔡永斌先生，還有 Coco 面先生。大家好。哎呀，梁偉先生，謝元群老師唔敢去客家人，係啊，苗栗銅鑼，你客家人也客家人，客家人也客家人，苗栗銅鑼人啊，哦，苗栗銅鑼人，哎呦，很火，沒想到我們客家界還有個大師級的人物，哇！哎呀，謝老師，真的撿到寶，娘都寶你，哎呀，今天非常歡迎你哈，等一下再幫他們改運一下，好，沒問題，趨吉避凶一下，來，Coco 米老師，Coco 米老師你好，大家好，老師咩客家人嗎？是客家人，我們黑客家人，客家人，苗栗頭份的，因為有苗栗國的，苗栗很多，苗栗國的，有人哦，那就是爸爸是龜山人，然後媽媽是頭份人，這樣。爸爸是南莊，南莊嘛，南莊哈，還好，你差點就讓他接梗下去。對，好，那等一下我們有請到命理老師，也有占星師，你們有什麼心理的疑難雜症想要問的，就盡量問哈，好不好？大家點頭如搗蒜。兩位寶在這裡哦，嘿，趕快把握時機，不用錢的哦，嘿。我可以算嗎，老師？那講關於題目同年紀啊？你講乜個小朋友啊？愛講，啊，關於題目同年紀。翻譯，因為他是那個趙安腔，所以聽不太懂。對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啊，我等一下講我疑難雜症，老師聽不懂。變成我要幫他們改疑難雜症。你可以漢語也講，跟法語也翻譯。講大眾語言，對，大眾語言。OK，你也可以比手語。對。比手 ，OK， 好，接下來哈，要歡迎 TVB 啊，我們趕快來聽好聽的歌 TVB 陳碧用版比啊，對，好，待會後堂喺搞跳。好，擘個歌嚟躺住底啦啊，係。從花煮肉香菇下人冰落去啊冰落去，羅扮演冰刀滾水肚，芹菜香菜韭菜野菜冰落去啊冰落去，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食。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食，
下人蹦落去啊，蹦落去。no扮演蹦到滚水肚，群菜向菜叫菜野菜，蹦落去啊，蹦落去。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食。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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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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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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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真好食。啦啦啦啦啦啦，客家扮演懂好食。等一下该扮演过。哎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对，两位老师有接触常常听客家歌曲吗？因為我爸媽會看嘅電視台啊，會做到一啲客家電視台。然後你也打擂台嗎？不看你節目就出來。哦，你看我們這節目真的也是做一個很好的橋梁，你知道嗎？對。然後你看現在聽到客家歌好聽哈，好聽啊！而且好我常常有聽到，就是像我們客家有很多新的新的嘅歌手啊，現在歌有懂到條bài。從來唔會唱歌按嚟唱出來的。哦，嘿，真的懂厲害哈。唱完你的 V 語就嘿。等一下，後面還有很多，今天有10幾位衰人，會這些歌手哈，很棒的、優秀的客家界的歌手會唱歌，你們來評斷一下，好不好？我先來訪問他，問他去年到底有多衰。對，來，讓我先幫你移開。他特別穿了一身黃，你看。哎呦，是怎樣？會讓你有暈絲味，他厚，哎是黃色就代表內心就是很黃的意思，還是怎麼樣？就那你應該跟羅哥換衣服啊。我只有這一件 T 恤，那去年就只賺了這件 T 恤。你沒有跟我穿的麥克風嗎？因為新年嘛，吼，比較吉祥，可以省一下錢，等到春節才可以發紅包給爸媽。哦，上個月不壓爸壓妹，哇塞，爸媽聽了要流淚。那至少還有錢可以發給爸媽。對。不過我知道會孝敬父母，最重要可能係我會去請到好嘅對象結婚。哦，所以就是爸爸媽媽有在催是吧？趕快給我抱孫子，沒有在催，不過記得有懂到時間，做得突然嘅小。可能小朋友，帶你小朋友，你確定你生得出來嗎？我只能試試看。應該沒什麼，會不會你弟比較快？哦，所以我知道了，我聽得出端倪了。那所以去年桃花運就冇按後了。哦，桃花運，桃花開來，菊花來往，就冇開啦，冇開，他音樂才子哎。對呀，大家都愛才子啊。奇怪哈，因為吉他一彈，應該女生就圍過來了，對吧？唱歌又這麼棒。來講會按的呀。這個還是要看長相。長相有什麼問題？很中肯，小康老師居然笑那麼大聲，很中肯，而且很重要，他的笑聲，他的給他笑聲，佢笑起來真件不容易嚇死。你講陳秉儀嗎？那因為我要結束在去年嘅時間。前年啦，應該說共前年有四年的感情。那本來交往4年的一個女朋友，可能做在一起談就是怎麼結婚這樣。對，佢係我提跟澳門女生。哇，那異地澳門那一位是不是？所以就有蠻多困難的，然後就分開。那我就可以是沉澱了一下，下載了各種交友軟體。你看人家數據，他都斷句好可怕啊！他的斷句總是斷在不該斷。下載了各種的該黑嘛。所以有一個就覺得那個有用嗎？有用嗎？一開始是有請到懂到愛懂氣氛。哦。如果愛按 like，佢就唔 like。哦，你 like 佢冇 like 你啊？係有就會講。我說哇，很正，懂講嘅，
其实讲你会买保险嘛？有些会讲，你要做股票嘛？反而去那边拉生意。去密上有一炸，就是压倒我最后想删除所有软体的。因为我花了1万块在软体上面。哇！你只要那个你下载多少钱呢？这要钱啊！多少钱哦？我要你讲，嘿，因为你可以买榜，你知吗？买版。就跟歌手一样，就是你买个时间，熊仔买榜的意思，你可以按很多次 like，比总共有100个女生，你一天可以无限个女生，按 like 啦，可是也是要她按 like 啊。你可不可以把那个软体传给我？对啊。还是你是业配现在？所以我就吃到就是没得到什么姻缘，最后一个是。我知道我跟他很来电，然后感觉很漂亮，就讲我 say 来你可以接受嘛？我看不出来，哇！所以我就将全部跟永体删掉了。你们有什么开运的一些开运小物什么的？唐公啊，永清油。如果没有的话，等一下请老师帮你想一下。会设个时间，就梳那个西装头，因为我看那个里奥纳多很帅，然后我就学他。那我国小的时候考试都第1名。也是模范生这样，不过在高中的时间，里奥纳多，他提到里奥纳多去，然后你这脸皮蛮厚的。高中，我真的觉得你交不到女朋友。永远老板讲哦，我可能有一点年纪，所以我会有那个额头，有没有？感觉讲里奥纳多也会啊。所以露额头是你的开运配博。这个不止里奥纳多也会。叶嘉修老师也会，很准一点哦，运势都很好，而且他不用这样皱眉头，他不用就有了。所以我就知道，可能我要梳个油头，让他可能就放着等。就好像比较光明的感觉。对我来说是开运啊，都得开运。露额头，那到底有没有开运的这种？我觉得是开玩笑。对，那可能他觉得是开玩笑，开玩笑，没办法。不过有场时是心想事成啊，这也很难讲。好，对，你的重点不是额头啦，是其他没有。和其他的头的其他头我就不知道了。对，这个我们就要请问了。可能就要呛欣赏了。呛欣赏，谢老师，先呛下欣赏。这个可能这个感情运是没跟额头有关吗？你觉得嘞？以前的台湾人讲哈，你的额头要大哈，差不多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在30岁以前，25一般是长着25到35之前哈，这个地方影响都会大。其实25岁以前影响最大，但是30岁过后哈，你都看那鼻孔也会啦，会叫鼻孔哈，眉毛以下鼻头以上，那一团的中年运，所以你看到哈。动刀，你俩额头还高一点啊。通常都一个，他年轻的时间就展露少年得志，对，少年得志展露才华。小时了了的意思没有。对。但是它差别差在哪里哈？太阳穴在旁边的哈，太阳穴在旁边，有没有给它上很一一点的？比较凹进去，按勇跟意思。这是表示嘛还没进化的。这边有脑洞的意思。是不是它短一点点，比较窄一点点。该我讲哈，因为我有读了懂案的，然后把这旁边再修的更剃头，剃头，头发剃掉吗？空一点。对，不是那边，就是我们你的发际线是不是长到这个地方？不要剃错地方，它有一点弯出来，对不对？对，你把它稍微把它修平一点。像老师这样子啊，老师这样，对，让它圆顺一点，不要有角度。太秃了啦，对，你把它削掉。那个有没有刮刀？我帮你。罗哥买之后就把它弄成清朝人就好了。清朝人那铁定就交不到女朋友了。而且哈，董春呢是哈，你哈，要木竹要带下到来了哈，卧蚕跟我们哈交男女朋友有关系哦。你看，因为你看你到哈懂浅哦，有的人泡的比较明显啊，比较那个。你哈，你会跟你的活力跟的精力有关系。精力对，就是有些人讲热情啊，那就是给他感觉就是哇，好无限的那个。那其实人家会比较容易交往，男女交往很容易就会
吸引人家。很容易干柴烈火的意思。所以应该有一点点太薄了，太薄，而且很浅，不要凹进去一点。那怎么去弄？是你要睡觉这样子，就会让它肿一点。那其实对，睡眠正常，然后多按摩。每天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要按，你有3个地方要按。好，一个就是你刚才讲额头这个地方的运势。你看我如果这样看的时候，不好意思，我这样看的时候可能光影的关系，你的鼻头这个地方以下比较亮，以上比较暗。好，就是这样子。那就是天庭黑暗就对了，印堂发黑，印堂发黑的意思了，还是叫你要去角质，戴口罩，防晒防到这一片而已。这样，印堂是这一块啦，眉心中间这个叫印堂。印堂通常你看的就是他们用3也会发生某个事情。所以你常看那天气你的印堂发黑要注意某个，结果接着就演他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如果我们是额头抓到人他冇按讲的时候，有一些是用3张捏，来润冇按开，如果它发青绿绿蓝蓝的话，那是血光，那是比克吧？绿蓝蓝的，没有，它那种会绿蓝蓝的，青绿色的青绿色那个光看得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最近一定在短期内会发生血光之灾，发生车祸或受伤。哎呦，赶快，这个要注意哦。亮眼可能冇啦，就是我常布施。可是常做好事的意思。你都已经没钱买衣服了，你还布施哦？但这个我不会省嘛，现在够巴豆啊！你这，但这个我不会省。这个你从旁边看，因为你颧骨这边比较高，这条你这边有一条线可以看得出来这边有比较高一点。但所以相对的，我这个太阳穴就会稍微有一点点比较没有那么浮起来。这边要越漂亮越浮起来的话，我们的婚姻这个是夫妻宫夫妻宫在才会越圆满。你只要看到它这个地方有疤有伤有痣的，那有胎记的都比较没那么好。所以他回去有疤有伤有痣，刚刚蛮硬的，怎么办？所以他回去就是多按摩，有3个地方要按摩，一个是额头，一个是我们的卧蚕2片，第3你的太阳穴到了，太阳穴2片，这3个地方要按摩。我把它按肿一点。对，回去是也不用这样，按一按，那个肌肉就会发达，就好像那个咀嚼肌一样，你每天吃东西吃，它就会肌肉会发达一样。对，还是打个玻尿酸。你那个叫空安了。那 Coco 米老师呢？对。针对我们伟如的命盘，伟如的命盘它本身有非常明显的处女座特质，你的日月水晶都在处女。那你去年的运势，因为刚好有天王星影响，所以你刚刚有说到刚好就是分手这件事情，所以它是一个蛮刚好呼应天王星就突然剧烈的改变这样。那因为你自己本身的命盘有非常强烈的处女，我们说处女特质的人通常他们很容易紧张，很容易神经质，可是他们在爱里面当中有一种服务的倾向，会为对方，就是如果他爱对方，通常会有一种服务牺牲的状况，那这就会造成一个递那个纸条啊，他们通常会在很少的细节处去注意对方的需求，然后去帮助对方去满足那个需求。对，但是它有时候也会造成一种不对等。如果你感受不到你的回应或你的付出，对方有给予足够的回应的话，对。那如果是明年的运势的话，就是你应该很希望明年会不会有遇到机会？虽然听到你说把软体都删掉了，对，很有可能有进入机会的，进入关系的机会，但是要就是虎年嘛，还没说，终于听到想听的，是不是？Coco 米老师是虎年嘛？是不是？你说的是虎年，2022，对，2022。但是2022，今年1月1号开始不会寂寞。我但是还没说，但是要注意，就是表面上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然后冥婚的意思吗？晚上才看得到，白天看不到。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现实层面的条件的限制和挑战。那现实层面当然可能就是比如说比较具体的社会的，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远距离，或者是某一些职业啊，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我们现实上的条件的考量。这可能要特别注意。好，对，好，但可以冲吗？冲吗？冲。我觉得以你的个性蛮容易，就是可能会很容易在小细节处会觉得关注太多，会不会有这样状况？那我就假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现在是有对象了，是不是？感觉好像有一个在观察的对象。
对啊，应该快出现了，然后快出现了，好好把握啊！刚好就是先联络，然后酝酿，对，明年刚好老师讲的。因为 Coco 表示说有一个对象会出现，我先按摩，然后存钱再来存钱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按永，但不要看到黑影就开枪。好，我会检查一下。这笑声不行，这笑声不行。好了，谢谢，真的谢谢老师，谢谢。对，回去记得按摩3个地方，好，然后这个感情的问题哈，自己好好的把握，加油一下，加油，好，然后我们来一起介绍下一位，他的团养韩英斌，看他有多衰，来，汪心怡。你的观众朋友要共发了穿钱的哈，可以选一些绿色相关的，比如捷克绿饮食啊。它是专门针对喉咙，主持人啊、老师啊、律师啊。绿色的帽子的，不是。gonna be alright。你是怎样？你是用嘞？后面怎么有点好像跌倒了吗？最后吗？还是想到去年？想到去年的心情，对啊，悲伤，就是觉得有点心酸呐。对，一直跟自己说 everything's gonna be alright。后拜拜，后拜拜。讲一下，你到底去年有多衰一下？对，应该不是去年呐，这几年都很衰啊。就是我之前有经纪公司，对，可是有可能是因为可能我不好啊，也有可能是我们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就是一直找不到一个好的合作模式，就是他们公司给我的工作1年大概不超过5个，
就每一年几乎这3-4年都是这样。你说像演戏吗？还都是各种管演戏广告啊？他没有去帮你推吗？还是就不知道是他没有推，还是我推不出去？就不知道是谁的问题。但是就是每一年的工作都很少。那你有没有问经纪公司说，哎，你到底有没有帮我推？他们都说有啊，有。然后就说这个圈子就是要熬。然后我就想说，可是我没有钱可以熬啦，因为我也需要工作，对。然后反正就是我觉得蛮可怜，然后甚至我必须因为公司没有给我工作，那我就要自己上网去看一些什么，例如说演员的社团啊，看有没有发一些缺演员啊，或者是干嘛广告事情，我自己上网找啊。然后重点是还被我找到，哇！然后你们公司，我就会觉得很那到底是谁的原因呢？这样子，对。然后好不容易有戏拍了，对。然后呢，拍完戏之后，我隔了1年才拿到那个酬劳，我要自己去催钱。讨债就对了，对自己讨债，讨到我哪一家？讨到我觉得说讲出来，快点，不好说了。罗哥照，我还私底下说。对，然后我说1年，而且讨到最后，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换我不好意思，就我好像是别人在讨债，就是跟他讨债，讨到我自己很就是对，明明是他的问题，怎么变成对1年是？所以那1年我的收入真的都很少。然后呢，好不容易有个机会来了，然后它是一个那种吃喝喝的那种网络节目，你就棒，我喜欢。对，然后呢，每一个月至少都有1-2部哦。你是吃货就对了。对，我喜欢。对，然后呢，想说太好了，而且感觉是一个蛮长久的节目。一个 project。对，然后第1集刚好跟我的时间撞齐，其他工作，后来就没找我了，我就被换掉了。这样就换掉你了？因为他找到另外一个人，发现他效果也不错，然后就不用我了啊。然后就觉得哇，我这几年真的是很难熬啊！你应该要去庙里走走。我就是去庙里走走，然后拜财神也拜了。对，然后那不还好？你有那个固定的那个广播电台啊，就是还好，还有电台的工作。他在 Pop Radio 有主持了一个晚上10点到11点，9点到11点的一个工作啊，对，固定的每天都有。就但是对了，钱也是不错了。没关系啊，是生活费，对，没想到现在又碰到那个什么 Podcast， 哇，又影响很大，真的。听说你们老板很气那个 Podcast， 这是因为他们对啊，也让电台很难做啊。对呀，那个业务会减少很多，广告少很多，对啊，所以就觉得这几年好辛苦哦。还好我有来这里。我真的说谢谢，叫我大腿流泪了，真的，欢迎你来。这个也是我的开运小物，我喜欢水晶。然后想说我工作运差，想说就招一些贵人，但是真的有用哦。我买了它之后，我就来闹热了。可是我摸了呢。没关系，它可以给别人摸吗？我可以去回家再消磁，晒太阳。水晶也不要乱买哦，有的是假的哦。这个应该是真的，因为它是石头啊。我看网路，它就是拿一颗石头，然后把中间挖掉，然后用一些化学药剂，然后倒进去弄一弄，它就变成一个水晶了。就是这样，水晶石真的。这是真的吧？紫水晶，对，因为它蛮重的，我手有点酸。好啦，讲这么多，我们开运各种效果，老师可以给你什么建议？对，那个建议嘛。其实跟水晶的基因啊，真的呀，看就看得出来。因为水晶基本上来说，它有分颜色。好，你黄的它懂多给啊，你一看是金呢，因为紫色太便宜了。对。但是紫色很好用。因为第一个呢，我们需要用头脑判断分析，它非常有帮助。是。第二个，其实你在选的时候，其实我这样讲哦，因为你常要讲话，共发哈，你的观众朋友要共发了穿钱的哈，可以选一些绿色相关的，比如捷克绿陨石啊。它是专门针对喉咙穿钱呢。像他这个电台节目主持人就懂事，他不知道。从来我们就适合对主持人啊、老师啊、律师啊，绿色的帽子不是，有形的沒關係，無形的不太好。對聽好，就有些觀眾朋友講，工作就冇懂穿錢，唔講話懂很容易就是抽獎啊，什麼都很容易中的，偏財運很旺的。你要選黃色的黃水晶，黃色嘞，我有，黃色嘞，你也有是不是？你也有，哇，你什麼都有。你買滿嘞，買好買滿嘞。那發票有沒有中？對，還好。那可能比較小顆，對啊，不夠大。新的一年哈，大家一定要注意哈。你在新的一年裡頭哈，VOD卡哈，你用在手機或者羅盤或者指南針都沒關係，用出來哈，VOD卡北邊
北边是那一位人，那位你就会不用一直干嘛呢？就是来紫色水不用来刀人，第一，它会增加我的人缘我们桃花分2种。一个叫人缘桃花，一个叫姻缘桃花。不是烂桃花，好，不是，工作上面我人际关系好不好？有时候你引人后青菜然后讲他刚好介绍一个 case，有时候我努力去找还有用。人际关系，对，所以你可以放，比如说紫色的水晶放在居家环境正北方。第二个，如果真的想要在存到更多的钱的话，观众朋友可以用聚宝盆这个准备大概在不透明的容器，准备嘛瓷的还是什么都可以，只要不透明就可以，不透明，像碗公啊什么都可以，都可以。准备嘛准备你给钱铜板要铜板不能用钞票168、268、368，你都可以。像我们的工作比较多元性，你就可以准备，比如说368、668这个888。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呢，1路发、2路发、3路发，当然我希望说越多元越好如果是观众朋友，我是上班天天某做配装168就一路往前发，这样就好。那放在就是家里的北边，要放在家里的北边所以这个指南针要备好。对。如果你还有一点空，太讲还有寒啲啦这个准备一只个木啊，木你不用啲水落去煮，铜木嘅，凊彩你木就做煮嘅都做得。准备嘛你口袋看有铜板嘛准备12只，不用去煮煮滚了以后不会慢慢的那个水不会滚慢慢滚5分钟以后来放关铁机，该水这就会不用在正北这个方位。水财水钱财滚来的。对。钱要拿起来吗？钱要拿起来，你用该来出找了以后用嘛用该种封包那个嘛，用杂不用空那个就是钱母随身携带。你这个最带，你什么杂不用6杂的嘛，不用6杂推一杂推这个不行。不用神当一杂不用你在面床旁边的财库，不用钱来维修。其他看你屋企人，大家每搭上带杂，也系人上人带，还是搭杂抽屉都来不用一杂，让他就是我们讲说随便打开哪个抽屉都能够这个钱财滚滚而来，一定是要2个。2两一定要记得因为新的一年我们的财位第一个跟人缘有关系的财位，真的就是在正北方，所以我们量的时候，家里的北边，就是最好催财催旺的。是每一年的方位不一样吗？每一年方位会不一样。今年正北方，所以2022年是北方就对了。对，然后不透明的那个容器装168、268吉祥数字还有财水，也是放在正北方。还有高 N 的观众朋友观众朋友记得咯，记好来记记有看到这个睇穿钱睇发财冇看也是咪都唔。准备用太川简太把感谢蔡先生，Coco 米老师，他好像有一些建议想要告诉你。因为你说到你去年的工作运刚好很有趣，我看你去年的运势就日水木金还有土星都在你的10宫，那土星又合轴在天顶，所以你会觉得有受限，好像在考试很多事情好像都没有办法往外发展。那因为土星在我们占星学有限制的概念，对，所以你可能会有觉得有这种，而且你去年可能有很多事情看似跟工作无关，但它其实最后反映的还是跟你的职场的状况的心态或者是境况是有关系的。那你应该很好奇的是明年的吧？对，今年怎么样？今年对1月1号，对，就2月开始呢，就是有一些事业会面临比较突然的变化。那这变化可能好的跟坏的都有。那你要注意，特别是注意一些非预期的突如而来的事情的出现。那所以你要做好一个，比如说时间上的管理，或者有一些事情你可能要留比较多的空档和弹性去接受这样的突然的变化。那这样会让你的工作运会比较容易能够上轨道。对。为什么有点可怕？我也有可能突然爆红吗？
通常会有突然的变好，是有可能，有可能好跟坏都有可能，但就是看还能更坏吗？不要这么说，这是一句很好的话。坏的话还有我，是不是？我们要相信吸引力法则。是。那另外就是毅力也很重要，还有另外就是人际关系上的贵人。对，那其中一个就是要注意，就是你如果有这样子突如来的变化呢，健康上的议题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那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健康是属于女性部分的。那种状况，整体的，特别是跟你工作有关的，心理压力也要注意。对，好，谢谢老师，真的，两位老师不得了，还是要努力，好，加油。好的，除非你不走这一行。要走这一行，你就是继续努力。好，屁皮卡卡固就你也有随时准备好。好，加油！有机会就上场。好，谢谢心玉。接下来给你介绍下一位。彭思云，哎，带着他衰不衰？等一下听听看哦，应该比我好一点，应该也不会很好运的。对啊，坦克啦。來就係下，唔過係行人也係人下，來做陣就係下，愛唔算你，唔算愛，唔過乃為了也係萬人，來全部就係下，雖然頭髮香。情讓人下，波光春香煙，歡迎大家來做客，有山嘅相思，松樹讓人下，海洋嘅速度，歡迎大家來做客。愛，不過乃為了也係萬人，來全部就係下。雖然頭髮香，熱情讓人下，波光春香煙，歡迎大家來做客，有山嘅相思。讓人下，海洋嘅速度，歡迎大家來做客。早好，情人節好，大家好，新年好。講一下去年到底有多衰了？講一下。我去年的時節，其實比年突出的時節，其實他我算隱藏得很好，就蒙人的。比賽期間到後期的時節，其實就演出，就是上吐下瀉啊，係嘅報仇心嘛。你會不會染疫啊？嗰時陣覺得會感冒，所以我要引起嘅。耳鼻喉科診所我本嚟參加，可能500，用使用就壓頓，同嘅出流鼻水壓頓發燒壓頓，結果因頭都鼻塞黑咧，我想講我冇去檢查一下好嘅，唔過要上我讀個工人嚟啊，我就先聽查票睇小年夜嘅安本，我要同查票先聽好，就公寓早晨就會貴，結果。小年經驗，安排完衰，我講給膝啊、胸部啊、胃這邊都好痛哦。我要打電話同我媽媽講，
我不舒服，我就走绳条就打电话给救护车。鬼压床还是什么？我没希望啊，按过唔咩就真的痛到就冇辦法拔空了。我就喺你天晚幫我國神嘛，我就打電話講，他打電話向我朋友，同我叫救護車，要我備藥嘛，要同我開。結果我去馬街，我就去急診，結果一去，個醫生就講，你直接去照 X 光，然後我做天公走起來，佢講你不用回去了。你这因为我喺董珠去嘅，你讲你现在赶在5点赶快去住院中心办住院。我所有的行程就被打乱了，就我高铁票没抢，朋友去推起，我就用我打電話同陸康英講，哎呀，今日冇辦法過去，我冇講嘛，我就講我有事情，有人覺得我有表演，結果唔明我即個一定要睇醫院嘅迄個張嘢，一張嘢啦，一張嘢打抗生素治療，結果很用吸氧，沒新冠啦，不是新冠，一般的，因為嗰時個天公片，我嘅照片咧，迄種快攏霧化就是快接近纖維化所以。一黑煙就開始抽血啊，嘛個驗尿都講開始做全身健康檢查。9年的時間嘛。應該一個醫生是講，應該係小感冒，他飲食有就一直累積，有可能，後來有想講，有可能邊個有搞學生有小朋友，有人可能國小就是流行性感冒也很嚴重，有人都冇搶，有小朋友家長也很奇怪。就是我都會規定他家長說，只要小朋友感冒前兆，請你請假，我不缺這個錢。有感冒前兆，提早用絲絲，好不好？避免2次感冒。我就是2、3次感冒下去，一直疊加那個病菌，然後就變成我自己肺部就太嚴重了，就黑煙。這個黑煙出煙，黑晚上其實黑煙的時間本來上。本來地講其實我穿西頭前冇健康嘅身體色彩是冇反，真係冇反圖。咪我七格沒地動，我萬歲就係因為我咩應該講我係走散，所以我的體質就是免疫本來就不好。我是 fashion 的，應該流行性嘅感冒有冇？我一定有參加，一定都有我，都會中。流行性感冒一定都會有我。係啊，好可怕。打什麼預防針跟對我都冇，流行預感嘅疫苗對我都冇好。這個是不是？老師謝老師，是不是他命中就是有這種體弱多病的這種？你講哈，陰陽逆潤三風水啦，對。ที่เขา你上下哈，有一些該八字哈，有一個上下來啊，有一部分是固定的，比如講有一人是呼吸系統它冇好，有一人是天生的心臟它冇好，所以一是你的八字地方哈對呢方面哈，它有影響。有八字有本冇？有嘛哈，係啊。所以咁樣做咩做嘅體質都較唔好嘅就錯。唔過哈。陰陽與三風水，看一下，你比如新的一年哈，咁譬如講，我身體還冇好嘅哈，我記得哈，你用羅盤或指南針量一下哈，臥卡嘅我看下西南方，或者2黑哈，一般人咧算咩嘅時候，主要看風水嘛嘅哈，西南2黑嘅方位是偏福啊。病符，容易生病啊，不舒服啊，或嘛。你食得到咧哈，食得到位數，第一唔好通講，第二唔好水療位。第三哈，準備一隻葫蘆，呢個仲下面要動到嘅葫蘆啊，走嘅西走嘅燒起來，然後用嚟餵空啊哈。佢嘅廟地杯哈，嗰個行人嘅路嘅貨哈，向我，拿出來要標西南方，形體方面是會變好，不看有一些長輩啊老人家嘛哈，就是經驗可惜，比如新的一年可惜，因為形體是有啲問題，你用呢個方法，佢會形體會變好。哎呦，西南方，大家要記得咯，係在西南方唔好水啲嘅片哦，因為葫蘆西走嚟用嘅片。你係是講哈身體唔好，有一些哈很嚴重嘅渠道哈，你要注意啊，屋卡哈動昂嘅位數哈，有一些你會中風啊，會
当地方的东西嘿，沃卡动王的位数哈，也唔是量的，沃卡动王出来到咧，该搭的哈，唔好去动，唔好去越天来，唔好去去靠个表，因为哈，沃卡该行的一年有个五黄位。五黄是翻太岁，就跟太岁一样的然后不要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你敲地、敲墙壁都一样。哎呦，我今日哈去一只也是艺人朋友的家里头，其实讲我前一年哈叫动奇怪，佢安排所以说上过发现佢喺面床旁边用这个种龙龟不用定，奇怪因为做優秀你優秀啲朝前啲啊團體嚟。哎呦，面床燈嘅，面床旁邊係標定嘅，蒙影偏嘅。咁個熱水冇水啊，啪啊去啊！乜有可能？佢而家預兆，因為天熱嚇，佢就係講完嚟當嘅嘅就按照嘛，天棚老中嘅隔起來嘛，隔件係嘅隔件咧先，其實你藝人有時間多，一出去啊，慢慢的做啊，叫做隔2點鐘，公園打嚟講，排寫嘅經驗嚇，基本可以停工，可能要停幾日嘅。咁一樣啊，嘅公園嚇，當嗰時嚇跌下來，右手斷掉，就是跟他斷掉的那個東西同一隻手。同一個位置，你剛開始講，我真係起雞皮疙瘩。所以如果係講，你講阿福朋友，竟然嚇，是咧應該渠道嚇，而且啲位數一定要注意，唔好通過唔好乜嘅，記得嚇，幫下槍啲嘅，唔好但是比如講，一天做同工，我一天都做用乜個方式？化解它，收啊，用嘅，一啲講一下，用有樣方式冇？你嚇有一些同工有分2種，比如說係拿一隻房間去做，有一間屋去做，嚇，你一間屋去做嚇，當簡單，你是特別嘅嚇。東西南北啊，特別嘅位數開始做。按你同到底部的時間哈，你不是從中間開始動，就不會有關係。如果真的沒辦法，還是嘟後咧動咧到手咧到沒的時間哈，你要準備隻麒麟，來標啊動行嘅，標啊以後讓找蛤蟆可不可以？不行，蛤蟆老師今年工作很多。佢都是哈3種煞氣哈，佢做其中一種就是土煞。我家裡剛好動土，你就放麒麟，它就會化解。那用什麼掐緊煞？這樣大家就知道了哈。懂龍舟的。所以我們都要不講，我比方說太歲頭上動土，對，不行哦，一定要動土，要從外面做進來，房子就會不順。然後不用麒麟，然後身體呢就會做一塊，然後床位，好嗎？不要睡在西南方。你自己現在要下載那個什麼指北針、指南針很方便啊，手機就可以下載了，不用去買啊，對不對？裝個葫蘆，對啊，你自己好好注意一下，對，謝謝，好，接下來給你歡迎 Hi V，我分享恰家去帶來好聽的歌曲哦，歡迎。按部高台，小暖映心田。然後這個是月光石，它這樣會閃亮亮，很漂亮。對，這個有用嗎？傳說可以帶來給你一個溫暖的家。溫暖的家。有讓你招到很多桃花嗎？就沒有停，哇，很臭屁！可以借我要買，可以借我回家嗎？我要買。風
不够甜，小暖映心田。韩国的路是反转头，日头晒着一水镜头，故乡的山沟是石头，就几个种卡，种到哪里用炎炎的天来好，爱爱开花，风的叶要来做伴，开做一类。我那个哟，种几个种下，种到哪里向晴天的天来好，爱会结子，浩瀚棒车的世界，结走一生一清江的书生，爱会结子，浩瀚棒车的世界，结走一生一清江的。书生。嘉琪，新年好啊！新年快乐！哎呦，今天要来求什么运呢？哎，两位大师在这里。桃花我已经看到了。桃花运，桃花运，水粉色的云，对，都是粉，对，我看你桃花一腔懂孙庸。对啊，你感觉呢？去外国都会遇到要找你当老婆的。对啊，每一次来录影好像都有人陪你来啊。哪有？都不一样的人。对啊，都不一样哦。对啦，桃花一直高又帅这样，真的。哎呦，长这样不是。长得这么可爱，一般那种女生1到10分，9到10分的都，人家就会说啊，那么漂亮，一定很难追。像我们这种分数低一点的，就会一整群。真的吗？臭屁！哎，你这样我心里听起来会很难过。是真的，我从小到大桃花几乎是0。你说你吗？我真的。这是在包还是扁啊？所以他们是高分的，是不是？3、4年没，那不是长蜘蛛网了你？差不多都发。萱萱应该也是高分的吧？不是，那个说长得很漂亮啊，我也没有啊，我不是应该要很多吗？你其实长得漂亮是讲话的问题，所以我就不要讲话就对了，这样就很美，真的。我也觉得，而且口罩永远要戴着，为我设计的。这样我就好奇，那我是哪几分的呢？超过10分的，是不是？每个人的吸引人的那个魅力不一样。好，会说话，好了，他要求桃花运，好厉害，嘴巴有甜，桃花。对，因为我最近啊，近年遇到的人都是有老公、有女朋友或是有老婆的。哎呦，对，就而且刚开始他们都没有讲啊，然后就一样聊天。渣男，对，我就想我脸是长得吸渣吗？对啊，为什么会这样？吸渣，吸渣。然后有一次出去玩，然后要离开的时候认识，就是我们同团的一起玩，然后要离开的时候，我就准备了一个小礼物，因为他很辛苦在照顾我们，然后我就准备一个小礼物要给他，然后我就拿在手上，正准备要开口的时候，他就说我有礼物要给你。哦，对，然后我们就说啊，那我们数到3，1、2、3，一起交换，就心心相印了。对，结果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耶，就是同性质的东西，那还不错啊。对，我就觉得就中了，我说这是老天的安排。对，这种缘分对很难得。对，然后回去就聊天聊一聊，有一天我就突然就觉得不对，他好像有女朋友。哦，对，就是第6感直觉。对，然后我就问他。真的，他就很诚实哦，他就说对，他有女朋友，然后我发现他其实就是很真心喜欢我，但是也真心喜欢其他人。我知道啊，连爱唐吉讲，我觉得他很适合跟伟如在一起。哎，好，而且他们今天穿同色系，哎呦，哎，不错不错不错，哎，伟如，你的机会来了，送作对，爱情来了真突然，哦，老师真是太准了，可以。而且我跟你也是命运的安排，你看黄色对黄色，你看伟如那个头发角度如果圆一点，里奥纳多。他是里奥纳多，哎，我觉得你们等下私底下谈好了。你们有夫妻脸呢，真的。没有，他要想一下，是他感情有创伤。而且伟如很厉害，他很会做那个电影配乐哦，对，是，他好冷淡。好，没关系了。
对，缘分。等一下我们私底下再帮他。对，等一下新宇跟那个佳琪换一下位置，看他们来不来电。哦，所以你先旁边这些。对，这就是因为平常有在收集一些金矿，是金矿，金矿，在收集金矿，水晶的矿，吓我一跳，我以为你家开矿哎。对，哇哦，这肯定招桃花。对，粉晶跟你的那紫水晶，我觉得我们应该要交换，我的紫晶你跟你换粉晶，因为你需要智慧，我需要桃花。可是老师说紫晶比较便宜啊。你不是已经有一个固定7年的了，你还要干嘛？我要的是事业桃花，人际桃花。你养了哈。还说别人养，不要在罗哥面前说人家渣，你自己也开始对。哦啊，这个是什么作用？这个是你说下面这个吗？对，是装饰啊，它是透石膏。主要是上面这颗。对，主要是上面，然后这个是月光石，它这样会闪亮亮，很漂亮。对，这个有用吗？传说可以带来给你一个温暖的家。哦，温暖的家。哦，有让你招到很多桃花吗？没有停。没有停哇！臭屁！我要买，可以借我回家吗？我要买。对，我们团购好不好？可是都是烂桃花啊！烂桃花就不必了哦。烂桃花也是一个桃花，对不对？像小钟他就是要去买那个桃花回来家里，看摆设，看有没有吸到一些桃花。真正的桃花。那天去买的时候没有桃花，他就买菊花。菊花，结果回来也是只能凭吊他的爱情了，这样很多就不同异性的朋友，哇，一直晚上会出来，对。哦，那只好请老师帮你解惑一下了，请我们 Coco 米老师。好，你的命盘有非常明显的狮子跟巨蟹特质，因为你是正中午出生，那你的狮子特质其实跟巨蟹凑合起来有点像外强内软，也就是说你在感情上其实有非常巨蟹的敏感，比如说你可能会莫名的感受到对方的情绪有什么不对劲，或对方言语当中的一些情绪感受，而且金星巨蟹的女生通常会对那种被照顾的感觉是很敏感的。如果她又加上有符合你狮子座的需求，就是被视为独特，有特别的那种举止，你就会觉得更容易觉得这个人是让你非常有感动或小鹿乱撞的感觉。对，那因为你的命盘本身像你可能会好奇今年2022年的状态嘛？对，那因为你要特别注意，就是因为你的金火落7宫，那在我们占星学里面，7宫就是我们所说的婚姻宫。也就人际关系宫，那这样的金火相位，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就是说你这一年的运势在各个职场或领域都有很多的机会，只要你主动出击，都有很多认识人的机会。好棒啊！对，那这种几率非常的高。那只是有几个重点要注意，就是第一个就是因为金火在我们的占星学里面有竞争的爱。所以你要再一次注意，就是你刚刚说的第三者的问题。对，这个很明显，竞争式的爱情。然后第二个重点是，因为狮子座很容易被光鲜亮丽的东西吸引，所以你要注意，就是看起来最光鲜亮丽、越多人追捧的，未必是最好的，反而是默默付出或是比较不起眼的，会比较适合。会吸引我。对，要光鲜亮丽。所以你就要去从别的方式去思考，因为不然的话，你那个金火的相位的特征。它其实会在这一年还是会去影响到你的，就你常说烂桃花的状况。是，因为你的狮子座会让你想要被追捧，或者是被认为是特别的，所以你反而会被这样的表面的东西给吸引住。是，对。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在找关系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讯息的交流。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 LINE 嘛，那这些讯息交流会帮助你筛选到。你所谓的烂桃花，或者把那些比较不适合的人筛选掉，发挥你的巨蟹座特质，应该会有帮助。敏锐的那种，还是用软体，还是会不会是像谢老师，他搞不好会是他天生就是小三命，或者什么？也是有可能，就是人家有老婆有女朋友的，会不会？其实他人缘很好啊，但是他有个部分，因为我们讲面相，它是有形状的，就脸型的哈，它有各种形状。对，那如果注意的时候，它这两边稍微宽一点，所以它是比较深字型的脸。深字就是两边稍微宽啊，我的额头跟下巴会收窄，那个深。对。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太阳穴这边就会稍微显得比较凹陷一点点。跟伟如一样，所以又要命中注定，我的天，你们俩真大，一起去补太阳穴。对，那这一块其实就是夫妻宫，所以你会觉得说我这个好像。
整个这个中段这个很漂亮，但是在这个地方会稍微暗一点点，所以不妨在我们的夫妻宫这部分稍微多按摩。还有第二个，我刚才讲一个我觉得刚才讲一个很对的地方是，你应该要很多人都觉得说，我要桃花，我要头发哈，一听到用粉晶哦。我们错吗？错，没有错，为什么？对，为什么？因为刚好，因为有分很多种。第一个，我有一年哈，根本我就是没有对象啊。那当然我可能我会用粉晶，而且我不会用普通的粉晶哦。粉晶有很高级的星光粉晶。星光粉晶啊，还有分。对，那个是当然是最高。当然基本上我是某人该怎么，所以我线该怎么较厚啊。可是我懂得然后这几块线的厚啊，要用，真的要用紫水晶。也是紫水晶。紫晶，因为你要增强你的判断和分析，所以，因为你判断分析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你知道你看，闽南语有一个说法说，跟来跟去跟有节北跟跟，有没有？就是你就是很多人那个可是你跳，你就跳到最不好的。我常常有遇到很多人哈，就回来跟我抱怨，他说你好来。去抖音哈，在追我啲嘛，可是我懂奇怪，大概搞来都好，现在都会最魔来着。奇怪，所以墨菲定律一样。是，所以有时候其实是我的判断分析是比我那个要选择，我就随便有多少都没有用啊。你选对了才最重要。对的一个就有用。真的，是，谢谢老师。像我都是对的啊，你就是对的人哈。有一只青葱又跟问题要替太极啊，要替大家来问 Coco 平老师。就是老师啊，教我们怎么招桃花吧。充电了，太极宽厚了呀。好，各位听众，如果是就占星的概念来说，像我们就分一般所谓的四大家族，就火土风水。那如果你是火象星座，什么是火象星座呢？就牡羊、狮子跟射手的伙伴。那幸运色是红色。对，那你可以佩戴是金饰、铁制的，或是异国情调的物品。对。那如果你是土象星座，土象星座也就是金牛、牡羊跟摩羯，那它代表色是黄色跟棕色。那我会建议你佩戴铜制、圆点状的随身物品或石榴石。对，那如果你是风象星座，也就是所谓的水瓶、天秤跟双子的话，它代表色是蓝绿色跟绿色。那你可以佩戴蓝宝石、紫水晶跟电气石。对。那如果最后的是水象星座，也就是你是巨蟹、双鱼跟天蝎的伙伴，那你可以佩戴幸运色是深蓝色。那你可以佩戴月长石，然后席制用品，还有关于香水。或是绿松石这一类的东西，就没事多喷一点香水就对了。对，就是适合有一些跟水有关的物品。我巨蟹，那我就深蓝色的。我就带黄穿金戴银就对了。对。你也巨蟹，你也是巨蟹哦。台积卡有谈清楚嘞哈，好不错。大家有看清楚了吗？有，自己看好自己的哈。是，那围炉，你来，来围炉，来，李来，现在直接配对了，你知道？我跟你讲，你知道佳琪做什么吗？他做按摩的，他就是很会按摩穴道这个。他们可以互相按，对这一方面很厉害。对呀，是不是？是啊，那你如果有哪里筋骨有一些问题，对。老师说我这里要对额头，然后太阳穴啊。那你们可以互相按，他帮你按啊，你也帮他按。怕你按不准，因为他是专家。按一下，不行，按一下，男女授受不亲，粉会掉。好，那你们两个一起介绍下一位。韩一 V， 顾生健。好，防养。顾生健，然后弹去狗跳，弹快啦。好。或许有些话
假使你相爱，主动的梦都放下。我对的微笑是你喜欢的模样，我会尽量勇敢的一如往常。时间的网留住了美好过往，终究会翻亮心里的那一道墙。声给后堂，觉得这个音色、声音跟哲伟真的很像，很像，真的。还是哲伟哥幕后代唱一下，真的哦。其实已经帮哲伟哥唱 demo 唱很久了。哦，真的。改。我刚在里面在说话的时候，我就唐豆弄不会哲伟在唱歌吗？他说不是，是圣杰。哦，有枪跟银正哈。都当这样。圣杰今天不知道来干嘛对，讲到说，今天我们请到都是衰人一片嘛，对不对？他自己说运气很好，他说他没有衰啊，他好事连连，他好运的很。那你来干什么？对啊，我来分享好的事情啊。你要马个好的事情呢？其实你要人烟最重要是得到了台中歌剧院的一个补助，演个补助。哦哟，正经。哎呦，你就做一出剧吗？但是问题是疫情也没办法演出啦。可以补助你一笔费用，然后准备做一个前期的发展作品。然后再看。但又没有表演，所以你就先拿来花用，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能这样，补助不能这样的，罗哥。不是这样。罗哥不用补助，他不了解。不是因为那种公家单位的补助，他一定要消耗掉没？他本来，比如说我就有这100万的预算，我就是要发出去啊，发出去啊，今年啊。就是没有用到啊，也没办法报销啊，对不对？但我们拿到了要认真做啊，要整给有，所以应该好运连连的。好运连连。你回去。好运，出口那边走好不好？对，好运连连的哦。你是怎样这么好运？你说一下，你有什么 table 做的？他感觉就会整个吸引力法则啦。吸引力。因为爱遇到不好的事情，爱咪上工就叫挑战啊。就心情转个弯，自然而然一路畅通。是。正经友好啊，这个心态会改变你的所有的一个高度态度，真的，这个真的可是好广泛哦，有没有？就是真的实际有在执行。你是不是有家里你对啊，或者你怎么摆，或者你没有睡在西南方？对，或是你太阳穴没有凸起，常常按摩这样。还是什么？尾戒吗？尾戒，我以为你要绣婚戒的尾戒。尾戒，就戴个尾戒就有防小人啊，防小人，小人撤退。还是自己做小人就好。没有，对了。防小人，这是一部。青董你们不会戴尾戒？戴尾戒。还有留个指甲有吗？有人留指甲会说，唐公会留过第2个超过什么？没有，我留指甲是在挖鼻孔的，这样会受伤。你可以用棉花棒，你知道有这个东西。还有吗？还有睡觉的时间该凉啊。不要。对啊，要对到凉，而且你还应该没让他讲这个很多，这个大家都知道啊，很普遍啊，所以我大概知道这些小小的就按用就有好了吗？接下来就要问老师了所以那可能就是他本身命好。对啊，他就是那个一命啊。命好干咩按用？一般人讲命好是最重要的。听伊讲命，我听到3个按好按用哈。有些讲用风水啊，迄讲去改变，去改变。譬如讲，你听讲戴尾戒，尾戒其实它有分某空用来 set， 不同的材质，比如说有一些金属啊，有一些那个木头那个竹子编的，有的那个，比如玉石雕的，银的。对，那就金属型的嘛。那一般来说的话，你是分这几个颜色。观众朋友一样就是说，我讲春天出3年春天基本上来说，它就是以这个所谓的我先讲春天，一般来说就是植物在生长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基本上说，如果你要戴的话，像绿色的玉就很容易出现，它就非常适合。那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夏天天气最热，最需要有水灌溉，所以
像蓝色、黑色、灰色这种色系的都很合适。相对的，比如说如果你是秋天的时候呢，黄色色系就很合适。到冬天天气最冷，最需要什么？阳光温暖。所以像象征火性的，比如说红色、紫色、咖啡色色系，就是你适合的颜色。这个不是只有你戴的尾戒选择的，有比如说我除了金属的以外，可能有不同颜色的时候，它可以做选择。以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比如说穿着衣服的颜色，也会决定你的运势好或不好。那里面呢看不到的嘞？也可以，也是会，对不对？对。比如像我刚才讲的，比如你春天生的人，就是以什么？其实以绿色以外，还有个红色也很好。夏天就是以黑蓝灰色系为主，到了秋天以黄色色系为主，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红色、紫色、咖啡色色系为主。所以西归出色的人有冇共用？我知道，下一次如果冬季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们里面穿什么。是这样子。Coco 米老师有什么建议补你的生天吗？来。刚刚圣姐有提到说，就是你刚刚讲了一个蛮摩羯座的说法，就是你命盘有明显的摩羯跟水瓶特质。那摩羯座这个特质就是有吃苦当吃补。那这样水瓶座其实他不太在意外界的眼光，他很在意他自己的想法、意见不能够表达出来。或许这就是让你可以在今年，其实你有遇到困难，也许在别人眼中他会觉得这是挑战，或者是很衰，可是你很衰这样子，可是你却会觉得，没关系，我换个脚步，那就很 OK。对。那如果是今年就是2022年的状况，其实你这一年的运势有很强烈的你自己本命盘的摩羯，还有金牛特质。那所以其实这一年你可能会有很多现实上的物质性的，特别是工作或者金钱上的或这样的主题有关。那我会建议在这一年，其实你可以放开心胸。其实我相信你本身本命盘就有这样的倾向，就是你不会太在意那种结构式的，就是说传统的或规划，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走自己的路，甚至是某种程度上你不会太在意外界他人的眼光，你就是想做我自己。对，水瓶座特质强的人通常很有这种倾向。那当你不要试着太被框架、责任或限制归宿的时候，其实你会在这一年会遇到很多新的体验或新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对你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往往会跟你以前看的东西会不太一样的状况。好，对，大家就这样。而且圣杰他本身他从小就是在台湾戏曲学院毕业的嘛，对不对？高优秀的，你说再怎么苦，他哪有他苦？他小时候那个苦，穷岁连都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他已经吃苦当吃补了。对啊，真的，他已经对苦来讲，对，在他身上已经现在这些磨练已经过了，就是要会有我以前小时候这样苦过来嘛？就人生啊，对呀，对。但是苦尽甘来，对不对？现在等你绽放。对啊，连台中歌剧院钱都送给他，你想想那么好，继续努力，前期认真，好，加油！今天的节目实在动精彩哦，下礼拜还有更加多丰富的内容，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哦。稍後嚟先休息一下，等下共下來欣賞好聽嘅歌哦。对，里面有一张照片，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张，我也是看到同一张哦，真的吗？真的假的？跟你对啊，有修图吗？没什么特别修，就是有我原来的身体。哇。老年音乐会，哎呀，今边有唱到呀，特别来宾啊，讲真咧，我个人非常的欣赏。我没轻易分。哎呀，真的，佢会唱到歌曲，哎，啊啲人咧老年大擂台啊，咩是比赛歌，也系冠军歌手啊。唔但唱迄安样，佢厉害啲冇。样板啲啊。体育奖嘅行业嘅创作专辑，就入围到金曲奖，最佳年度专辑奖、客家专辑奖，还有客家歌手奖。哎呀，动态殊荣正经嘅真实嘅创作才女，真的唱得好啊！创作的歌曲也好听，真的夹夹的翻扬起啊！好，翻扬创作成王奕涵来。
这世界的什么是假是真，捉摸不定，形影不离。这眼前的究竟是你还是你？在不经意中，现实重新定摇摆不定，目眩神迷。时间逐渐模糊了界限，冷漠麻痹，孤独虚空清晰。又出新专辑了哈，没错，出新唱片的，你有2张专辑来加办了，对对，来加办。上次有一次食品还没有出来，只有来过安尼音乐片吗？有啊，拿一堆有冇宣传的板子啊，宣传版。哦，真的啊，你看我们制作单位对你多好，谢谢。正经还有上有后堂，你会赚到嘅创作员工员都本期多多嘅机会。对对对，也没按观众朋友嘅福利啊，坐在糖豆后堂的各位。对啊，今天专门为对啊，闹捏音乐费。是，因为实体出来了。
客家歌手哈出专辑嘛，讲真，有的歌手的那个封面啊，整个这种视觉上，给我去给他出钱。上钱，对呀。那想办法去吹种专辑没很简单。但是你的质感可以做得清厚。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翻一翻哦，我对里面有一张照片，我好像知道是哪一张。我也是看到同一张哎。哦，真的吗？真的假的？该你吗？对啊，里面就是你的美背是不是啊？对，没错。这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这应该是这有点转大人的感觉。这里对不对？有修图吗？没什么特别修，就是帮你修个2寸这样。哇哦，拥抱自己。这确定是你自己吗？是我，真的是我。你哦。对，哇，好赤裸。对，是我的背。对，因为我觉得都没有穿哦。对。拍的时候都没有穿，就只有穿裤子，因为是蹲着。这个表示是呈现最真实的他。是，那你去拍的时候就这样抱着了。对，抱着。因为我们摄影师是女生。所以你在摄影棚就这样。没有啦，我还是有那个有没有？他要能这样大摇大摆，大概是我这个年纪才可以做到。应该还不行。所以我跟你讲，大家买这一张专辑是干嘛？买回去看这一张。写真的概念。好了，赶紧整下一转型。嘿呀，他一定有他的意义，才要拍那样子的照片。对，这个给社会还要新专辑。这张专辑呢，它比较特别是虚空，然后天哈刚好是对，就是它后面有那个曲序，它刚好是第一首跟最后一首。那虚空就刚好作为我在写这张专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是网络霸凌的事情，它是作为一个破口。对，因为像你是常常被霸凌啊？没有，我常常看到身边的朋友们，就是他们可能网络上只是发表一些可能自己的一些专辑啊，或是音乐作品、影像作品，他们可能就在下面就人身攻击。就我就觉得很奇怪，他可能讲到的其他的家人啊等等的，就其实跟他的音乐作品完全没关系。人缘那么差，可是不知道是哪里来的黑粉这样。奇怪了，就他正经青岛呢，有给用路世界当红，你又不用剧名，故事很凶，干嘛就干嘛改。那你很在意吗？我自己会觉得，如果我遇到的话，我可能会比他们更难过，或是更沮丧。所以我在揣摩，如果我遇到跟他们相似的事情的话，我会怎么样去做一个心理的调整，心理的呐喊。对，思考了过后就产出了这张专辑。所以其实虚空像刚刚就很凶啊。所以你就是想说，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就把它写下来。对，如果我想要。就是回话给他吗？还是怎么样？对，你想要发泄或者什么之类的，你就把它印证在这个专辑里面。对，我就用音乐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把它干掉回去。对，因为我可能讲话赢不过人家唱歌，对我可能用摇滚的那种，对，然后暗黑的风格。也因为这次的曲风跟之前的曲风都不一样，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想要来尝试一个对我来说比较。有点咆哮式唱法的那种摇滚曲风，对，要去呈现。刚好作为第一首，大家听到就会，雨涵怎么了？这是什么故事吗？可能会想要去理解。那到目前为止，你这样出专辑过后，你比如说网络上，你在你的社群网站这样子，会有一些酸民酸你吗？还是会有还是会。对啊，我觉得我已经算没有很活跃，但还是会有一些。对啊，我就觉得很奇怪，那些人是。他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办法做一个发泄的动作，就把他虚拟身份网络上就是像泼妇骂街一样无差别的攻击，有点像。我刚才前几年看到一个就是算是一位国外的歌手，是我们亲神奇，他对待酸民的方式我觉得很不错。跟酸民就讲我不要听你的那种狗屎，就是 bullshit 的那种音乐，不是。然后就说我要离开了，谁要听你这个音乐这样子？然后还不会就有青岛给狗屎的粉丝嘛，就说你要走就走啊之类的。最后那个歌手自己就出来回了，他就hello，你俩片
没给宠啊哈，不是机场，你要离开就自己离开，不用告诉我们。哦，哇哦，那吃到没亲就不错这样子，因为听音乐本来就是很有智慧的一个回答。里面有没有老给堆嘛？就说我们不是机场哦，你要走就自己走，不用跟我们讲。但是我还好，我是已经练就这个金刚不坏之身。你要干嘛？你要打要骂，随便你了，反正我也没什么形象而言。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刚接触就是进圈子不久，所以有时候还要做心态上的调整。对。其实我跟你讲，其实也不用太在意的，对啊。但是就像我之前我的那个频道一样，当然也是会有一些酸民，会有一些留一些言啊。但我们公司的一些小朋友，他们就会看不惯我们这么努力认真，光拍摄，然后这个后续的剪接，那个整个过程可能要好几十道的这个续程，就已经累到半死，半夜都在剪，根本连睡觉时间都没有。然后你这酸民就这样子骂，一句话推翻所有人的努力，对。然后他们就会互相去干掉他。我说还算了，其实不需要。我说不需要，大家以和为贵。你就不要理他，对不对？他酸一酸，他酸完他觉得一个巴掌拍不响。对呀，他其实就是想要你回他。对啊，你酸他，你又跟他去杠，那有什么意义呢？就达到他的目的。对呀，不要理他。告诉自己，人不着急是庸才啊！你还庸才来了。也不能这样子讲了，就是我们其实以和为贵，做任何事情，反正我们的音乐，喜欢听的他就会听得到。你不喜欢听，就是像真的，这个不是机场，你要走自编啊。对，学起来这个回复方式很有智慧。是，好不好？好，再来一首歌曲。好，那就刚好下一首就是《天哈》，刚好是最后一首，相应一下。虚空，还有天哈。对，因为刚刚说这首歌是破口嘛，虚空。那其实我的歌序很特别，我是对于这些事件的一个心路历程，所以它是一个连贯的。对，刚好有故事性的延续。对，心理上的变化，然后到线下最后一首歌是我对于我遇到这个事情最后的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对，那就是我觉得我要很真实的活在我的每一个线下，我每一个当下这样。对，好，这个希望你的想法，希望你的故事都能够让人家听到，好不好？来，天哈，来。当颜色
有些甜甜甜的感觉。对，人家本来就长得很甜的。转都给原本的风格，对，就比较甜一点的那种，比较亮的感觉。对呀对呀。最后还是找回自信。这首歌又是描写什么？就是我觉得在可能以后，不管是我或者是曾经有遇到网络霸凌事情的朋友们，就是你们在经过一系列内心的所有的挣扎、沉淀以及和解过后，我觉得还是要回到自己的当下。对，你要就是生活，就是还是要继续的往前走嘛，所以就是对继续还是专注在你现在要做的事情上，就是把握现在就对了。对，没错。就像俩他穷庸，对，他还开了网络节目啊，对，然后很穷庸哦，没错，是，有做就有机会啊。嘿呀，本来就是啊。网络节目真的很辛苦哎，就是所有从那个，因为我们人手比较少，所以我们从企划、拍摄，然后剪辑，后面就基本上我都有参与。全部都在一群朋友一起做，就超累。对，然后就是那时候在拍的时候会想说，我们素材可能想要留多一点，可是后面在上字幕的时候就觉得，我讲话怎么讲这么多，就是会有那种原来取舍之间，对，做这些才就觉得哇，真的很辛苦这样。对。什么时候开始弄的？最近在去年的差不多10月左右的时候开始。10月时间啊，差不多2张页喽。对，然后。目前是第1集上映对，已经上了。对，然后第1集我们有邀请一位嘉宾叫 Lilian， Lilian， 对，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可能9M88，对，他是9M88的贝斯手，但是同时他自己他也有入围去年金鹰奖的4项大奖，他也是节奏蓝调的，所以真的，你的节目都是在聊音乐部分比较多哈？也没有没有，我们有想要我们的那个企划走向就是想要找一些非可能客家人以外的朋友们来参与这个节目，然后我可能出一个题目说，那网路你猜猜看，我哪一个念的是客语词？就可能讲本太几个禅意的，就是一些的那个客语日常的那种。对，没错，就是会有这些问答的题目，然后他可能知道之后就原来你刚刚讲这个2个是什么，同时也可以教大家一些客语的小词汇。对，这样也蛮有趣的。对，最主要就是企划啦，然后可能要做的一些内容啊，什么要让观众看起来是觉得说，你们是很有心在做，有趣啊，有心在做的，这样就好了。对，而且有做就有机会，没做什么都没有。所以想说也来试试看，就跟罗哥一样，来试试看这个 YouTuber 的部分。哇，你的条件也很好。对，是哇，真的是不简单，真的很难，不容易啊。需要有名字吗？这个网络的节目有，这个网络节目叫做《刻板印象》。客是客家的客客家的客，对他这个州的小请一下用路当红来去订阅，按一下小铃铛，在我的 YouTube channel 上，这样是，大家都可以看到。希望那个订阅越来越高，对，慢慢累积，对，往前。刻板印象，对啊，希望大家看了刻板印象节目之后，也可以慢慢开始原来客语听起来是真的是长这样，因为很多人会跟粤语搞混，那可能我有一些题目就会刻意出一些同是粤语也有出现的一些很相似的发音，或者是有一些韩文其实也蛮像的，对，那其实借由这样不同语言的一些趣味，对啊，就例如说韩文的有一句话叫安之 seyo， 我们叫安之 seyo 嘛，但是它的安之 seyo是请坐的意思，安之 seyo 就发音其实一模一样，对，就觉得很酷，对，你被跨电影啊，一定要拉尾音这样，就会真的蛮像那个韩语，所以那时候我想说，用这档节目可以让大家去理解更多不一样的语言，同时也可以更确定客家话是这样子发音，这样子说，对，客家话还是很美的没错，是。今天听说你的偶像。就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今天难得跟偶像站在同台，对不对？真的紧张，我觉得好荣幸。客台这么优质的节目，对吗？厚厚的冲一条国外的，好，今日我哋要冲嘅歌曲，就是吉娜姐给亮傻，感谢亮傻，用线2条歌，你要挑战他的歌，没错啊。
他要跟我一起唱，对，大挑战，哇！目前生涯遇到最大挑战，真的。哎呦，以后大家来可以不要再说我是偶像了吗？唱歌每一集都要一起唱，有没有？你真的是大家的偶像，你站在你一站在舞台上就整个镇住整个舞台，是不是？是啊，气场声音一发出来，那个气场真的是吓死人。有啊，小康老师喊功，就是俺要冲狗的时间，他说喇叭关小一点。多瞧不起我！彩排的时候，真的喇叭会破掉啊！哎，来，今天来带来一下亮啥？用它来冲一下。亮比用的表现一条歌哦。弹宽哦。好嘞，弹宽了。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欣赏吉娜？要跟我告白。其实我从小听吉娜姐的歌长大，然后我长大的时候，吉娜姐的歌更大。这制作人让我讲，刚刚我乱说了，对，我照稿念，没有。爱听，我不爱问听，爱听。罗哥很像哎这个画面太棒了哎！
是不是？这个视觉上的享受，我跟你讲，不管是视觉、听觉，都是一种非常棒的享受。哦，真的，而且你看，刚刚那个画面，那整个感觉起来，我们这个客台这种节目，这种歌唱的水准，哪输其他的节目？根本不会输啊！哎呀。真的，谢谢雨涵了，真的太紧张了，牵两条狗真的好棒哦！雨涵也是真的，你也敢这种挑战这么，对，他好棒哦！我想说要有一个，你知道，每次都要给自己设定一个进步的一个门槛。对，这次就跟我拿卫生纸是干嘛？我听到感动的痛哭流涕。真的不是老人的话题，我是怕你流汗。今天没流汗了。哎呀，不错，是。靠你猛阴针冲吧。某啊，今天比较冷，有些狼真的，你为什么想要选吉娜的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欣赏吉娜？要跟我告白。其实我从小听吉娜姐的歌长大，然后我长大的时候，吉娜姐就变更大。这制作人让我讲的，他让我乱说了，对，我照稿念，没有。爱听，我不爱温飞影爱听。你继续说，你继续说。你小时候，吉娜姐给出了一个 memo， 这个某一句呢？哎呀，这个是真的。我那时候来比赛的时候，一开始来这边比赛的时候，其实就有挑战过吉娜姐歌。有唱过，你有唱过用啥吗？唱吗？你那时候不在现场，不在，所以我反而比较。放开，怎么会跟我一起唱才开心？哇，紧张死了，冲得暗红。这个两个人结合更升华啊，真的。对啊，自己一个人唱还觉得有点单薄，我觉得都神交了，这有点神交。对啊，我们精神交流，精神交流，哇，两个人这样结合在一起，那个整个丰富感，哇，真的好强烈，听起来鸡母皮耶。我们那个现场的那一些导播啊，还有摄影师，哇靠，一听到津津有味。没这么帅哦，没有，那怎么会这么帅？然后嘞，没有，那时候就觉得挑战了过后就觉得开始想要挑战别的类型的歌，也是吉娜姐的，对，所以那时候就开始练一下肢体，因为我一开始都抱着吉他嘛，对，所以在唱一般那种吉他弹唱的歌，它就是比较偏静态。台湾没有吉他，摸吉他他就觉得好像浑身不对劲，奇怪的感觉，这样。对啊，没有吉他肚子就出来了。就像有一些摄影大哥有没有？他如果拿那种摄影机，现在比较小只嘛，对，他如果比较胖的话，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累，因为放在肚子上，穿你冲过来，不用的哦。所以那时候开始选吉娜姐的歌，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抱着吉他唱，它难度太高了。对，所以我就等于说逼自己把吉他拿掉，练一下。如果我只拿麦克风，怎么用肢体去带？有呢，对，他现在完全就很自在。对，我觉得有差。谢谢吉娜姐，谢谢进步很多，人是会进步的，人是大挑战。不是因为你唱我的歌才这样说，我要共振给你。对啊，很棒，慢慢练习。你这现在整个感觉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真的好拘谨哦。现在真的是就刚刚跟你一起合唱的时候，那个整个就很放松、很自在，然后又刚好天后又在旁边，哎呦，那就是回家的感觉。对，回家唱歌就比较冲狗就会那种吃菜自在的感觉，真的。所以这首歌应该难不倒你啊，照来讲。我其实他没有问题啊，我其实真的花最多时间在练这首歌，真的吗？真的，谢谢哦，因为真的音域很高，对，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定那 key， 我自己都降 key 唱了。不会，对你来讲抹茶啊，抹茶，你是 any key， 开玩笑，我是 any key 会破音的 key， 没有啦，有分微破跟要破不破，你又不是像我才是会破音的，所以以前。彭恰恰有帮我就是取了一个名字叫比猜歌王，我不是有讲过吗？比猜嘛，比猜歌，比猜歌王，对啊，翻成中文，对，是，你这来给雨涵一个鼓励，他最新这专辑1月1号发行，就根本一发行，根本1月1号，对呀，根本一发行。对呀，没啦，早就发行了啦。对，去年发行。对，去年发行。今天刚好是2022年的1月新年快乐！给雨涵鼓励哈。其实一很金钱有就会有打嘴鼓，聊天的时候有共斗啊，他也会有很多彷徨，就会周俩不管那客家呀，讲起家个冲走啊，有场时会某信心嘛，尤其是我们做创作的，有时候会很没有信心。不过我就同伊讲，你就做你去家。
你就做你自己。对啊，我们觉得就是冲走就会诚实去做这件事情。你讲啊，你可能你觉得你的实力不足或怎么样，我们慢慢的去累积就好了。嘿。重点是要诚实的去做这些东西，对啊，然后我们慢慢的去积累自己的经验。做音乐其实不会寂寞了，对了，一定有很多这个爱好音乐的人一直陪伴在你旁边，对呀，伙伴们，对呀，而且慢慢的会遇到越来越多很棒的伙伴，就像海贼王中，哎呦，越有志同道合或者是层级更高的伙伴加入你。一层一层破关上去，对，好的音乐一定会让人家听到、看到的，真的安心的，安心点了。好，那你也出唱片，对，那他今年也有出唱片，对，所以今年这个我们的金曲奖应该是很有看头。对啊，其实我唱片还好而已。对，但这都希望大家能够得奖。那个得奖是一个很大的殊荣。不过你已经得过了嘛？得过没关系，今年就让他嘛。OK 啊，好啊，哇，压力好大，不会，要有信心，平常心，对，平常心。好的歌声，好的歌手，绝对不会让人家这个埋没掉的，一定会让人家发现、注意到。你先感动自己，就会感动别人。是，好，那今天大家要多支持那客家妹的戏空天哈，你的转型，那遗憾好不容易又出听一种转型嘞，大家多支持啦哈，客家是好中国的朋友共用。唔要夹个来报名。記得打電話來，096667666，還有傳真電話02277778 1 3 1等台幾個打電話。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除咗以外呢，還有多謝安尼義航，恭喜新轉新好行，義空天下多支持。還有什麼？你們光吹欣賞，小跳老師、樂隊老師，元旦快樂，新年快樂。下禮拜我唔記得，聽到準時時間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再見，拜拜。